一则意外的消息，这是今仔日早起有一台对嘉义开去到阿里山的列车，伫经过第一观景台附近的时阵，去弄到一个中立轨道区翕相的查某游客，所以规班车转延前1点钟，拢总有62个人受到影响。加在迄当阵，这车顶是拄好有人捌医疗技术，所以就先甲患者处理空喙，人是无性命的危险。也毋过，林体甲文资处表示讲，这个查某游客总入去轨道区来翕相，是涉嫌违反铁路法，会请警政单位来甲开罚。拜六早起，一台对嘉义开往阿里山的电击列车驶伫铁基路顶面，列车长却是一直饲喇叭来警示，因为边后未少翕相游客。经过25公里、330公尺所在第一观景台附近，弄到一个走入去铁基路内的女游客，发现有违规民众进入轨道区，经列车鸣笛示警，仍与一名拍照游客发生擦撞，造成民众左脚受伤。列车当时赶紧动车，不过也是闪无过，有甲弄到57岁女游客倒脚受伤。当时法庭官卫生局长朱家雄也伫列车顶面协助甲空喙包起来指挥。有一名女性患者，年约57岁，不慎遭小火车擦撞，造成肢体外伤，意识清楚。到场前已有善心人士替患者包扎固定。女游客人清醒，是倒脚受伤，列车开到中老寮车站，又救护车送病院，造成列车延误大约60分钟，62名乘客受影响。林体甲文资处初步调查是游客违规走入去铁基路内底翕相，互列车第30个车厢边仔去弄到，涉嫌违反铁路法，会请警政单位罚1万到5万的罚款。游客他要退的时候，其实他后面还是有一些石头的风险在旁边呐。那其实他就很容易错失一些躲避的一些条件呐。专家建议林铁伫观景台甲周边来加强警示标志，也使伫车票顶面来提醒，要注意铁路安全，也是规划其他代替路线，引导游客离开铁基路的所在。也认为游客若是口风袂听，也使考虑增加罚则来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